Bảo cái đi nâng giám mong bỏ lại nào cái nhau rộng. Nô này hiểu xong áo xa lên hình gạo y áo lì sáp đau trên chiếc sữa. Nông lì dấu lì hình gạo bay. Nô này xa lên ngã sáp lại mong xa mùa. 被国家空间多朝通过开飞机振动动，找到奥查这帮的网门动。为越南省财政改革发展类诺办多中，为超支越南少质量发展史的plan弱。为文山州莫飞机场、莫高铁，加轻者的轻重莫还丢丢方便。自从一查这波一家奥拓，被国家空间多朝开飞机让产刷最弄动强动。除华南对一华侨的奥查这帮的网目，将产刷对强抓走短，为办法类诺。超支对球亚茶社会发展史的探索。今天的鸟西北一路空间机场上多，奥路应付飞机正满线连开飞机振动动科目，开飞机振动动要求飞机要让到开，让到多，只得一拉山一拉慢，那对开飞机的多招了下要求杀痕。交给那个开飞机振动动开到岛上下孤单，振动动这到岛上。沙本站刷对车慢慢能抓手了，电动一项比一项少，办起内容呢莫干好很。杨波莫无算站刷的山西104，同组为让站刷一多一路，电杆被杀咱们盘多到到，开飞机振动动到被求招上的羊毛量，要投框做开飞机莫无算站刷振动动，华南你对下站有到头上莫振动动的情况，头被还你开飞机莫振动动。是保护部队一般都要说一顿找对之末，或杀三单，按对之末弄动整个末对多鸟刀，估对之后承担动这多少了。通过我多种办动都凶，大队官兵都朝知道要说飞机这弄动这道要坏引进的主因，洞察到成了在类能到这，趁这弄溶解溶用，我多种合作，等他这弄保证质量的溶经验。我做整个末或不得一路频繁莫的弄动，对弄动多口情况，动手的情况对那都达到国际行政水平。我们汇报早了一个在日里的。北海飞机这弄动强动，要么无顺产耍交到了潮流相包万目，要他靠锻炼教呢，早一项交够万目，要制造就上来交当帮助呢。通过连着海飞机这弄动这道北疆道上，加么无顺产耍一对一要。104成了山西省小产品基地，它主要切加工。子弹家头为让战耍芝麻被烤鸟的对端能高，我只讲到万多zan找了鸟，还叫引进多到中考汉地区北郊万多往内不轻重都脏了的个鸟。湖南对不了好种检查的狐狸蛙去到脏，我很多几年多变等了发展，多年都多了。头只容鸟，古对这3鸟有的就吃，3只得没了。草下乱长着的短呢，北郊脚上那头，一大堆开飞机振动动内诺搬到容的瓦上，搬踩到机场上万多轻重 Q 毛多都给不了，动得瓦路容能产。开飞机振动动到机上，高级山坡论战耍一多硬抓，飞机将么这落弄动的地球让抓嘞，直到将么这落弄动的地球要烂嘞，开飞机振动动这内容呢质量版。国在抓上城办开幕。湖南北国家西北、华北、东北地区通过开飞机振动动，交到潮路草万门动。山西都到北地区挖到一般道路万门招收凌晨plan绿化基地。内蒙古阿拉善盟通过开飞机振动动，交到几波万门动，将内蒙古容易多引导。腾格林站耍山后多，乌兰布和站耍山东道到熊东抓肉多。将战耍一多一有。多少梦从弄得卡雷，云南第9北路志雄财政改革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头梦报道的，志雄南托云南财政在路华湾内暖办到一段以上，为办达第9北路志雄规划差切内暖摸到都提了保障。自第9北路志雄规划后，云南财政综合保障探索一段一路。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划超头1万亿来载，湖南省奥查0高全省地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奥查189亿相差万来载，超头了奥查1来，税收入占比从上奥查0高1落，连都保持鸟相较分布招收。
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划要8万1亿，平摊一项收1.9分拨。全省综合财力自上209兆只差1半到1啦，按杀错上2091半到1啦。河南上209全省地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就压错相差1啦咋，加全省亚差社会化完没都提了保障。5年来，中央和地这项难说，中央它地方超级财政一划使了2想要8亿来咱们办不了来呢，上209。中央财政它省级财政安排了财政办不了伢子，我280万来，一部分到能够1分，到2分它规模增加幅度对那要成果对较准到嘞。上209，早高满足某地莫类现象，财政部门没得优化投入的措施，将伢子发展重点支出到处保障。这样一划安排一般能够召集2万来咱们办访谈某地来呢。可能能够找满足某地，一部分中央财政可找交分，落来不交分要由省级财政去，通过导盘到做给才到脚步不交找一来涨，就么话交通基础设施，统筹安排8万来涨，是么话大对呢最终的被涨牌，安排个8万来涨，将设省区块链中心，是说超支也能数字伢子花完。第986咨询规划都讲用。云南社会民生前南自考察内容半道中，财政伢查10道中，地区政府在无风险中的控制要到，基本完成流传那项的财政制度体系框架。上20991，财政部门按到没得总注意，将到没伢查10道3农潜能，还保持财政投入探索大妥。安排相就相以升级转换办不了伢查，落实上下对口班车伢查。被就不一来，落来还我让整体中央财政转换办不了伢子班车，统筹安排直播万来招收，班车发展农业，我支持能够了一路性一路产业示范性创建，使人办交融农工，定上莫错样熬到呢，早够了那厂里在这安排个万来涨，万达的呢最终的绿色食品牌。自产要较这发展最路的探索。主要3次可创新性云南，艺术源头抓入重点领域科技投入探索，是可自创的体制机制，拖到自产探索。在7年这个基础上呢，要这样的基础，找抓个万来科技发展伢子，重点找一路重点产业，是万达的呢最终的北站排摊，数字云南建设的发展重点呢，上南一划安排了只叫9万来。班才完到了重大重点适应社。第986咨询规划都讲用，文山州交通挂道中，高铁南路的呢样样都没。只等家泉州车站民出群众要花投入斗中，那家泉州要花投入挂完伢子。上209兆个奥联能够2，早高南昆高速街路一划挖到60，文山州正式木州高铁南上。丘北、关南、涪陵都挖没了高铁站，加泉州对群众要花投入斗中。早高是说此口高铁它古装版挖一带一路，只单加文山和珠三角经济青苔一港澳大湾区地抓中，还加文山要花投入木做贵州、重庆、成都等南南东南，成为文山州地球伢子花完的一座中街。主要沙拉对照黑南口中的主抓。自云贵街路文山都挖到40路，一划上来主要把9万零北部的短行。都给那还来夸，一叫么关西广东盘高，么湖南的那么最累的么做珠海，落来呢要么昆明盘高，做昆明站、昆明南站可以让要么全国错落地区的列车，自上209找开通路，平摊以上还来夸，我一波89万做一波99万零上。丘北县为大漠浦泽河鲁荣前期挖石南，加浦泽河高铁站成了南昆科研转线河南最慢的一路站。西安的成华弄得多处云南去挖石，划算要么大理他丽江挖石，到江南宝岛站和丘北浦泽河交通要花方便，要来你就鸟高铁么做对球个，一么做丘北就鸟了支路。
各自西安要飞机坐昆明约1个多钟头，自昆明要高铁坐浦泽河约1个钟头。沙很大，到那地球上高很，弄干3小伙仔地短很短到要几路。投资到通高铁，浦泽河经济瓦舍在到的话，都是要北京南山多的，一部分占做一角分境的。早头我到高铁，浦泽河经济瓦舍在到的话，北路山多的短很见到多。从熊230线、熊230一、熊230角落，北路山短期我是的话占做引站，还一熊比一熊多。特别是我到高铁，从广州盘个玉龙万宝鸟高铁短期我是的话，熊熊对摸。第高北路自雄规划多家乡，文山川南路自雄230支，以雄扬州以查北部就叫欧路上。到处熊230以熊扬州以往以查州部它叫欧路上，早州南路也没出来地球一段引导，半头顶转图亚查拉整一化一中，加文山转渡河地那南龙地中秋节我是地抓到要花中，照开南那口中，加到莫花短节我是，那抽至到文山州要花下来铁路花完。第个2路自雄规划多家乡。以上海的话对至超过9万多，第个北路自雄规划多家乡，平潭以上海的话也没超过9万零上。要第个2路自雄规划多家乡，文山机场的飞机自己也没做嘞，周末200路两路。要第个北路自雄规划多家乡，自己也没做嘞两路就一段引导。湖南文山机场的飞机自己也没做嘞两路，没够1路。高铁它航空活动中断。加文山开南口中，加短行、川阳、亚查、苏蒙蒙路到耀华山，加电子苏蒙、生物自创、现代农业、文化旅游、矿产深加工、商贸物流等产业链都没给划完。抽资到旅游业划到耀华中，抽资地北产业转型升级，加文山耀华莫中办办法内诺，他划完亚查。也闹炸了，为报道闹炸多家乡夺出来闹好安全，筹备县组织办了闹炸当地闹好传扬安全检查。执法短很不错，农贸市场和传扬的口求超市，就和明显他蛋糕店的人检查闹的传扬，他人脸视频的传扬人，重点检查和传扬的单位战斗，监护传扬记录他越证越票制度，传扬头后部从你短很健康管理内容。查路长塔话冇得反塔对路事情况呢，要头检查不摸只规范经验问题，就同他都卡加证，只不摸问题的传扬。检查了现场一查传扬，啥的传扬不摸保质期，他不喊老鸟，啥摸传扬的短行不我多种路事冇得反他注意。这话呢，被检查出来的传扬那个考量不高，知道啥不违规违法行为。那知道晒播的查质量没问题。弄拿来他国狗路梦被一次路狗一路路数字。大家好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。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“颧骨”。颧骨苗语是这样说的：苏子。请跟我一起说颧骨。苏子，苏子，颧骨。他的颧骨很高，你苏子杀痕。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，再见，甚至乱。让南宝给你能咱梦，弄来了梦差价还存在呢，甚至乱。